你就都两边没有了做，你就变作是猜给猜题，因为两边有火山，因为两边有火水。两边做的太厉害，可以看下心情太上冲，轻声细语，轻轻猜猜，做的前面动一大东西。一老外，没有外，一老外，你就都两边没有了做，你就变作是猜题，因为两边有火山，因为两边有火水。两边做的太厉害，可以看下心情太上冲，轻声细语，轻轻猜猜，做的前面动一大东西。業格硬嘅嗬，愛比咧，忙得死啦！我飛本嘅特條錢，數據我全部又留下啦。哦，老多老錢全部捐出去，就辦唔到我嘅關係咧。唔係按你想嘅吧，叫做太唔錯嘅啦。我留到4年都我搞加拿大呢。我記得喺梁山，你坐空調上，嚟看一錢啊，唔係喺哪兒啦？我本人講，我武長學嘅叫係臭夾夾嘅，像洗唔爆樣嘅。北港、神武、也下國人到警察學校畢業咗啦。我繼續保佑國人，唔但唱身體要靠天，行我為亞洲地方做親好、親泰嘅貢獻。阿叔，阿叔。係呢？唔到個做嘛？阿叔，有啲唔該。冇嘢事情啊！有個上天海里嘅事情，唔用做得出來呢？記得我後生嘅時間。就像也下按太陽嘅，一擺捱到台北嘅工地，目漸漸嘅看到一隻做工嘅人，就高樓蛋糕跌下來，留下一隻婚人架，留一隻張供出來嘅牙，也兩至愛，讓我有辦法對付也太頭家搶嘅歷史。就算佢也就叫到冇目症嘅，叫到頭家也唔會聽佢，也唔會陪佢，馬佢按到田里，馬佢按到沙逼公園，也唔係人一般人做得了解。也很多年來，我為地方做青島事情，也花青島錢。萬人又會恨留下來為人哋小地方做事情，也恨轉來故鄉做警察嘅，人家就做到鄉下來打拼，
阿叔嘅经验、老人脉，再个加上，一清早就开出一片天来。你相信阿叔，我唔係本難做嘢。帮忙 check。那个谁可以进去帮忙？欢迎。喂。대문인 미도 동호요. 앉으세요. 날 기우 당연 경합이. 그건 정말로.
可以啊。我從細就當希望點啊？你點啊？我講你，有咩事情啊？你喺邊度係用啥存錢？年年做的一模人熟悉的地方，重新開始。你講乜嘢啊？跟住同我還是有關係。我唔知係用講，係咪喺度？但係每一次都當希望，相信唔對我蠻有感情。唉，所以我而家以為咯，跟住啲老嘢有關係啊。也係做唔到咁講。年年做到你們熟悉的地方啊，就將一些事給發，離開出這，不是換了你名字，好嗎？你做唔到停咗？你做唔到呢？咦，蝴蝶館啊，小會啊，睇緊，嗰時候你做唔到停咗？雖然叫我這就很不平衡。我對你提過你那種感情，奶奶可以趕你嗎？係啊，你想嚟叫我嗎？係春天。阿斌，阿斌，嘿，阿斌，有人沒來了，你誰都帶了，你又來了。要衰冇？而家要再學你哋。哦，我真是嘅。請人滾水做的冇 OK 啦。錯啦，我來請愛。收拜嘅乜嘢問題？冇問題啊。就係2-3日傾下冇啊？哦。我要買餅，為什麼？阿威，你喺度同我講，我揾咗你下一裝唔得。係這啊，有中意嘅你。
我想阿滿兒錯冇。我出啲嘅，我恩賜同樣兩洗定對，那叫考試啊？外面唔啲有雙塊事冇？但係外想，佢應該咩有喜歡我。跟住要加油啊！阿滿兒喺當好些妹，要鬧，要獨立。我想有兩啥，強客一定當幸福嘅。有咩好？我推個泰國，以後要買閃書，心情唔好，就做啲前係呢件呢？我嚟啦，阿威。做的，感谢教。喺公司最心情做得較歡喜嘅，阿皮哩。用啲係啲料皮。阿滿兒打電話俾我啊，佢當少嘢，個仔要講心情唔好，我就來啦。其他人講乜嘅？冇啊，我想講得出來。我記得嘛，你細細時節，強下來了比較，愛做乜嘅就做乜嘅，愛應來就應來。老豆，見到邊就做得。唔記得我細細時曉啊，學校先生接打電話本所長，喊佢做下就做嚟讀書。喺小所長咩當飯呢？佢係咪要去抓魚啊、游泳啊？喺小女孩講，而他了，我做警察。去做翻譯，記得冇？你下咪佢就變咧？冇變啊！你捱啊，係有阿滿兒都冇變啊，唔會變咧。咪佢就變，咪佢就變咧。滾！我看你用相啊，咪梗係冇變。像恩泰誒，他誒本來就會經過好多事情啊。所以我接送來。嘿，啲阿 B，很多年的感情，就因為幾年來就變了。我就愛用病態。
阿妹儿就同你迄自家太过一样，感情的事情总得勉强。聽講然之後愛佢，就祝福佢啊！我係冇接受阿勇嘅結果。我想，唔祝福高三位就要記得你，唔係中意佢啊！我腦洞考唔出來。干了啦，要不就死下去，嘛個唔好誒，就當佢唔記得，就像橋牌一樣，好冇？冇講，我繼續變。阿妹，阿妹，阿妹，我去哪啊？冇啦。你啥做了做安喏？我做乜嘅啊？走啊！我去蝴蝶館冇，人家做你轉唔去啊？唔是啦，唔是麻煩。真嘅唔是。OK，我去轉了。冇叫我。等下，阿妹，走得真係去另外一個地方冇？當然走的啊，上海吃飯之後。好啊，等下哦。谁你哦？你跟我做会料理诶，你讲嘞？特別有看那麼兩講。錯，你剛才影表呢，都沒轉來了。咩係啦？不過有一部分的原因係知道也當然影響等一下。你還意思喺台北你看電影啊？講較清楚誒，喺台北影。你變啦，變到冇等你腦誒。你幹嘛呀？很困呢，你講嘞。兩下吃完講，你講做你老幾個綜藝跟人數天數，強下看呢，應該要講較講。好。做埋咯，我唔係按現在嘅你咯。佢就說你啊？做唔得啦。你講，肯定係做冇機會做。愛唔定愛定愛你。
决定啊啦！我决定吼，要招较侪庄仔底的人，加强这孙卫队的工课。下摆3点钟一班，我相信吼，这賊仔吼一定真紧就会使让咱抓到。好好好，这样最好，这样子有大家帮忙，这样会快一点。所长，咱这賊仔嘛抓到，咱法律来安怎甲判？欺盗罪是公诉罪啦，抓到判刑就关起来。哦，会关就对啦，这都要紧甲关起来。这賊仔有够无天良的，规个庄仔底会害甲忝忝忝。安尼吼，好，来，将军抽鸡。阿神啊，来啦！李总法，啊，来坐一下啦。李总法，哇，做那个罐头哦。哎呀，不卡没东西耶。哎呀，最近敢无咧用叫关系？妈。敢无咧人，敢若人叫恁去搬戏安尼啊？较少，较少哦。我看你咧搬布戏，足好耍的。我会记吼，你大概咧搬迄个大头啊，头壳大大呢，讲话足笑开。你定定咧讲一句迄个啥？什么万事总有天。人生在世间，万事总有天。人生在世间，万事总有天。田总有田，迄有够趣味的啦！我感觉吼，咱啊人生哦，就若像这布袋戏一款。有当时啊吼，有一寡困难，有当时啊吼，你嘛无一寡较乐观、较超然的想法的时阵吼，咱人生嘛足歹过。但是吼，你这布袋戏真正演了有够趣味的。阿三啊，我来讲吼。咱这吼，即马最近咱这庄仔底迄孙卫队啊，会有欠人看你会使加入。阿基嘛参加，阿如嘛参加。即马咱规定查甫人吼，安尼伫庄仔底安尼扫来扫去，田边安尼行来行去安尼，做伙来佚佗。有当时啊吼，中昼的时阵，咱阁会伫田边咧做野餐，大家伫遐耍，唱歌念山歌，足好耍的啊！做伙来啦！好啊，好啊。好，安尼有你的份啊吼。即马吼，我打算下摆咱逐个人吼，下暗的时阵吼，安尼了，阁会使过来三啉酒。做对啊，做对哦，做对哦。事情，我神转移诶，我看你神转移。好啊。又喊过来了啦。喂，少年呢？喂，少年呢？你什么人啊？我阿三啊。阿三啊。阿三哦。是啊，阿三啊。你阿晚那也唔转去？这嘛，较早转去休困呢。我修理物件啦，要来转啊啦。阿三，你唔是要加入阮巡守队？对啊。是啊。明仔载找时间较早来报道咧。好，较早要转去休困的吼。较细气的呢。好来，你这边，我来继续来存。阿爸，
加崩了。你在讲哪一国的话？我怎么都听不懂啊！哎呀，我讲的是你的河洛话啊。我跟你讲，你看我现在会讲国语啊，然后又讲客语，然后又讲阿美语，所以我要学你的河洛话。跟你说，我以后学会，我跟你说，我就厉害嘞。你还在恭维哦，好像那个毛蟹哦在冒泡泡一样。还有什么啦？有听都没有懂啊！你教我吗？哎，你为什么要学那个火罗威啊？因为这是我阿爸的话，嘛是我故乡的话 ，you know 。啊，做对。你以后要教我。好啊。好啊。我有闲在就慢慢给你教啦。哦，先等啊。你做乜？你睇你面啊！你做什麼？我啦，我險見那三副公矮啦。哦，安尼呢？我冇事情呢，較早轉去結婚嘞。哦，較早等去結婚嘞，暗時一隻嘛冇個出來外口。哦。結厝結可憐啊！不結厝，講結人歡。啊！你這邊你看咧，我感覺怪怪的，你敢當去巡有無？嘿，對哦，我哪想到暗時啊，遐暗啊，佫佇落去伊站邊安尼佇遐在咧唱啥？嘿啊，辛苦了，我看是，安尼應該是，你這邊哎。是嘛，足可憐，你知無？伊囝你嘛考慮保育，伊即嘛攏無頭路啊！你嘛逐工嘛走來在看報紙，看有頭路，頭路。啊，嘛是安尼失親失神啊！我想最近咧想講看伊是安那會關門啦，但是嘛攏無講。照你這邊安尼講哦，出來嘛是在艱苦，咱看有是在艱苦。暗時啊嘛，安尼出來偷錢，叫警察抓着吼，就毋是安尼。捱起來報案嘅。學生呢？啊？佢準備過去，到水門口關全捱跳嘅啦。哦，唔使驚，來，坐下來啊！來坐定，坐啦。坐定，你查啊！其實正經來講，我做咗本唔做到嘅，其他都係原諒嘅。我做唔錯啦，佢專門開關，搶嗌跳嘅，我係做起來。好，你就來就好了啊！去查啊！開了太假。唔是嘅，聽嚟講，你做得一家人認罪就好係咩？你下係呢，嚟去做筆錄哈。我管你來，你好，冇事啦。你係做起來。好，冇事啦，來，去查啊！你就來咩？阿三。用個阿昂
大家拄定用要个调拄好咧啊，总嘛该效能来饮水咯。饮水，我真已经起错物些，非常唔好水。的确个唔错拄好咧啦，啊，但迄年迄罐阿小欧阳办。对啊，你看你安尼出来自首，其实即款代志大家讲悄悄的就好啊，你安尼是何苦咧？你讲小学的第七家阿爸做唔错，用硬老毛嘅年，啊本去前读书，有冇乜嘅用？不卡閒係要就費用嘅。268，漢字寫。我係好這我係係當然，佢係呢度係最。苏总，啊，你家人老姨奶咯？一份 Q 吧。珊啊！珊啊！赶紧啊，这样一切我拢会帮你照顾啦。你较保重的哦。大哥，等一下，我开吧。转得晕晕的，哎呦，来，哎，来，很多28，人生才是甜，万事总有甜，百般都系命啊，上天也望月，哦，大家好，今本日做嘅普台戏，做嘅係阿神呢，因為做了青島對不起大家嘅事情來，大家都唔可以唱嘅阿神嘅腔樣啦。感謝大家哈！啊，打阿三呢，同學去關呢吼，介紹很清晰，啊，目前好讀書，啊，希望啊，隔壁電山呢，嚟去聽書哈。係啦，大家哈，有錢呢就跟得我錢啦哈。係呀，來。啊，對啦，你看，心意啦吼，一點心意啦吼。聽出來。好，謝謝。努力啊！努力才有進步啊！
好，谢谢。啊，一点好意思啦哦。谢谢弟弟，谢谢。啊，好弟弟，谢谢。啊，我要做成绩啦哦。啊，中央个生意嘞吼，弘扬政府吼，打击一苗。唔做反动的啦。谢谢。啊，谢谢。当歹势，感谢大家。还个好好做你。先啦，数量啊！不错。大家你看啊，冇想看到啦哈。喂，报钟哦！再见喽，阿三再见。所长，眼睛会出咩毛？迄讲去顺势吹眼又洒落去，你无车只带到人家尾落，按你敢无选迄副店员班的？唔做唔得应用市毛边嘅规矩，啲标准无供养给人啊。念迄标准无标准嘅问题嘛？个规矩做规矩啊，怎好讲有犯法呢？有犯法就应该输的执法啦。伊向前太教，无应该用你其他强壮人，就安尼变技术。怎好讲其老太教回到暗插，真是动作呢？哎，阿伟啊，唔知我用暗号掠到的法错无？所长，你看呐，阿伟啊，有一些咧细细嘅虫诶。用啲其中咩好嘅啊？迄讲根本呢看到其他条啊，不管其个好嘅还是坏嘅，因为哪有会捞几条跳枪枪啊？先系老人讲，按用来啊，弹枪波啊，问几条坏嘅啊，按运命嘅啊，无人去自己亲亲啊。法律啦，唔系时嘅事，当系规则条文。迄人心总会有感情嘅。你讲阿三呢，应该受到惩罚的么？还是家徒弟，伊做了嘛家有冇讲出来？伊要伫见笑老歹势。迄种无恩无乐，对伊来讲，就会最大嘅执法了，别落性命啦，贵州的人都是啦。不说他是家长要分伊机费，阿妹。2013年前期就有警察，嗰警察起碼該做嘅呢，就按做良心。
安尼啊？迄讲对未来哦，有买规帮嘛？用不了用问呢？没有啦，突然想到以前警校流传的一个故事啊，你记不记得？有2个学长啊，一个姓温，另外一个好像姓庄，听说2个都很优秀，还同时喜欢上一个学姐。就奇怪的是，那个姓庄的学长，也不知道在想什么，后来连警校也没念的，然后赔了一堆钱，跑到国外去旅行，到处跑，听说过来蛮自由自在。反倒是那个温学长，就像一个人啊，留在警校里面，然后苦干实干，从1线3啊干到2线2，后来跟学姐结婚，也没什么不好啊，我只是觉得这种生活好像有点闷，我以后一定不想像大家。啊！弄的哦。中规中矩的人，内心往往存在更浓烈的感情。不是你这种嬉皮笑脸的人会懂。